因为伊原来无这个，啊，台语有啊，暗，吼，音，拢有这个音嘛，吼，所以咱就无这个困难。所以这是咱的鼻音的文化一个特色。过来，咱有片化文，片化文啥物？就是讲，咱一般讲话吼，准也是母音吼，还是叫做元音吼，咱拢干那喙有，咧空气对喙出来尔。但咱台语有一种音吼，咧讲这个音的时候，咱讲母音的时候，咱的鼻甲喙同齐拢有空气出来，啊，所以听起来就甲迄个干那有空气对喙出来无？咱讲伊就是干那气对喙出来尔，咱讲伊喙甲鼻拢有气出来，所以伊甲伊是台语无共款，所以人讲有低无，甲有甜无，意思无共款，啊，差别就是一个有片化，一个无片化。哦，啊，你若袂晓的时候，你人讲问你讲有甜无，你讲有甜。哇，差足济！哦，有钱无？伊讲有钱，有钱什物钱？马铃薯啊，啥钱？哦，所以迄音会错哦，因为本来伊的话内面无。哦，所以这就是咱台语的一个较特别、较大的特色。啊，这个片化伊毋是干那讲单元音的片化，迄个本来元音结合的嘛会片化，是讲影哦、单哦、山仔的山拢是即种的。哦，啊，你若袂晓讲你种衰啊，听起来无正确。哦，因为真济本来毋是讲台语，即个音嘛讲袂水过，哦，讲袂正确。过来就是咱拄则讲有迄个声化文吼，声化文是物？就是讲本来应该是做声母的音吼，摕来做文母，就讲咱讲这哦，伫咱台语本来做声母讲文雅的雅，哦，名妈祖的名，哦，这是即个 N 字即个声母。毋过伊嘛会当做文母，就讲咱拄则讲哦，伊就是即个，啊，你讲啉汤，伊就单独做文母，酸酸，哦，伊会做文母。所以咱的罗马字写出来是 SNG， 注意哦，伊是中间无母音哦。华语有一个音，甲即个听起来话人感觉真共款，你斟酌听无同。华语讲粥少僧多的僧，甲咱来讲酸酸的酸无共款音，因为伊咧酸是 SENG， 啊，咱是 SNG， 所以咱减迄个母音伫咧，哦，差迄个母音伫啊。你讲有横，啊，你讲回横，无共款，横是 HENG， 啊，咱横是 HNG， 哦，所以咱毋免迄个，所以咱直接即个文母，就是一个辅音，一个迄个主音嘛，子音。像咱另外一个字，喙合起来拢无开去，即个啥物人？即个阮人你要去我啊，我吼，喙合起来无开，即嘛是种即个。佫有时讲，啊，搞怪咧落，哇，喙嘛无开。咱用罗马字写话，第四声是所以咱写做 HMH， 哦，叫一个，所以这是咱台语的嘛，这个。过来咱台语有入声，入声是啥物？入声就是一个韵哦，上尾伊有一个塌音、涩音啦吼的韵味。啊，这华语无，北京语无，哦，这嘛是古早汉语的一个特色，因为古早就有入声韵，但是到现代北京语内面，这拢无去。哦，啊，伫过去的这个传统的研究内面，叫做这个入声归入平常去，就是入声变做其他的问题啊，伊无入声去啊，入声拢无去，完全拢消失去啊，啥拢伊袂晓。所以你即马讲看日本话吼，日本人伊若拄着入声，伊若汉语伊去学的时候，伊拢会后壁佫加一个音节出来。啥嘛？就讲毋是干那咱台语，伊学英语嘛共款啊。咱讲 tip， 啊若日本话讲接步，单音节变双音节啥嘛？因为伊迄个屁袂晓放伫后壁，所以伊佫加一个音出来。哦，啊，咱台语内面就有即个。啊，咱讲即个吸，吸收的吸，风湿的湿，对无？咱的喙合起来，啊，这咱写做一个屁。啊，你讲得着的得，消失的失，啊，失就是 SIT。甲英语讲 sit， 就共款音的。哦，因讲 sit down 的 sit， 啊，咱讲 sit， 就共款，咱嘛写做 SIT， 对无？啊，像讲迄个国家的国，哦，后壁就有一个 K， 啊，咱罗马是写做 KOK， 哦，数。哦，就角，后壁拢有一个 K， 这叫做入声。啊，佫有一个就是讲鸭肉的鸭，哦，倒顶的倒，这后壁有一个咱讲缩喉音。什么缩喉音？就是讲咱喉关起来，本来讲这音是开吼，空气出来，啊到尾也个关掉，伊个音就切断。所以入声拢较短，像咱短因为音拢切，迄个气流拢切断，啊气流切断有对喙切的，有对喙齿甲迄个咱的顶排喙齿遐切的。啊，会对咱的即个咽喉遮吼，甲咱的舌尾吼、舌根啊吼，啊甲咱软骨切，啊有即种就是对咽喉遮甲关起来，所以咱讲毒，啊
甲倒，吼，就是关的所在无同，倒较顶悬淡薄，倒较后壁淡薄。啊，你真简单讲啊，我若讲啊，我若手家哪有错家，你看伊是毋是变啊吧啊，哇，手就变啊出来，迄个啊就是迄个音啦。啊，咱家己做免用手，讲啊，安知无？安了解嘛？吼，迄个就是说啊。迄个因为阮头家嘛伫学台湾时，有一句讲目镜起酷酷，啊你迄要安怎来讲？要安怎来讲列入？即个迄目镜迄拢是入声，目就是 B A K， 目镜吼，镜应该是 K I A H， 啊起酷酷迄嘛是入声，迄是叫做拟声词啦，拟声词，迄嘛有迄个 H 调的，伊拢是迄个啊酷，就是有一个 K 调，所以你看你伊的教材有罗马字无？你甲看吼，伊内面吼后壁是毋是有 H 甲 K？ 迄就是表示讲伊是入声，咱入声有4个。所以有一个 P 调壁，T、K 啊，甲 H， 这拢叫做入声，吼啊，这个其中一个。过来就是讲咱台语有变调的现象，什么叫做变调？变调就是讲，咱台语的一个字换一个调尔。吼，我举一个简单的吼，讲花，吼，一个字讲花对无？后壁若倒一个车的时吼，啊，你就袂使佫讲花啊，你若讲花变做花车，变做另外一种。伊若要倒听讲花车，对无？花车是花车啊，花啊！啊，你倒车的时你袂使佫讲花啊，你若佫讲花变花车变火车去啊！啊，你火车的火，咱台语叫做火。啊，若火甲车斗阵啦，你嘛袂使讲火，你若讲火变做火车变做货车去啊！啊，就要变调变做火，啊，甲车斗火车。啊，你讲火，啊就要变做货车。哦，你若无斗无改变做火车变做货车交汇。所以台语伊有变调，啊伊变调吼真要紧，因为你会晓变调甲袂晓变调，从面听来讲，台语讲了有好也无好，另外一个就讲有时会听唔到意思，不可以叫做袂使，给他诗叫做回家，啊那个不可以给他诗到最后时哦爱变调，因为不变调变啥？本来应该讲袂使回家，你不变调变袂使回家。袂使回家，不能不可以。对，你爱袂使回家，唔通袂使回家。哦，所以咱台语这变调哦真趣味。吼，啊，咱佫会当安怎？一句话吼，内面的字有变调甲无变调，会两种无同款的意思。毋免换字，敢若换调就好。吼，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吼，咱台湾人讲拢总300块，啊，你若家讲做拢总300块，意思敢有同款？想看觅？无同款啦，哪会同款？一个大约。不是。隆重全部。艺术同款，隆重300块，所有这些东西总共加起来300块。哎呀，隆重300块，这里所有的东西每一样都是300块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卖物件是讲来，隆重100块，讲全部拢卖落100块。伊若讲隆重100块，就每一项拢100块。咱听袂出来，足简单、足清楚的啊！哦，那有咧讲台语的人一听拢知影这什么分别。拢总300块，甲拢总300块，一个有变调，一个有变调，意思无嘛？这毋是干那单独个咧哦，其他咧哦，有一句话是，因过去伫研究华语人，伊讲这句话有2个意思，哦，叫做芝麻大的烧饼，哦，相当有2个意思，一个就讲芝麻上的，烧饼上的芝麻很大，这是第一个意思；另外一个讲烧饼很小，就像芝麻那么大。啊，到底你讲芝麻大烧饼是咧讲烧饼？顶面的麻子大粒，还是讲烧饼细粒，你分袂出来？台湾话分得出来，台湾的一个叫做麻仔大的烧饼，还是叫做麻仔大的烧饼。麻仔大的烧饼就是芝麻的颗粒很大，啊，那麻仔大的烧饼就是烧饼很小。所以咱你讲迄个国家真是一个片屎大的国家，啊，你就一定爱改变调讲片屎大的国家，因为迄个有变调讲片屎大的国家，意思讲因遐人的片屎拢足大。看得出来？哦，嘿，啊，搁来像讲迄个华语嘛，一句话伊嘛讲2个意思，讲爱你的爱人，爱你的爱人都2个意思，一个讲不要爱别人，要爱你的爱人，啊，另外一个意思讲这个爱人爱你，所以这个爱人是爱你的爱人，对吧？啊，到底伊是要讲倒一个？你用华语讲分袂出来哦，台语分得出来，一个叫做爱你的爱人，啊，一个叫做爱你的爱人，足清楚的，一听调就知你是讲倒一个意思，袂过去。佫有是意思的倒变哦，讲
正人唔愿介大细声，甲正人唔愿介大细声，听得出来无？一个介大细声，一个无介大细声，但是伊拢共款，用调来分。所以咱家己有变调，这变调是有功能的，伊有足侪无共款的功能。咱下面后时间咱会阁看其他的变调的即种类。好，咱来看下面，咱拄则讲过，咱家己有即个文地音。我拄则有第一款例啊。所以有足侪字吼，有几来头发，像讲咱讲地方的方吼，咱家己就有几来头发，就讲地方、方面，若有姓迄个字，人讲伊姓方，所以念做方，念做地方的方，念做方面的方。方便，所以有几来音，像讲水流的流，咱讲流行，像讲偏咧流偏，所以会当念做流，会当念做流，所以这叫做文地音。这咱家己有足侪啦，咱直接无时间，所以咱无法讲记遐尼侪个，咱大概知影，就会使讲有即个例，像咱讲甘草，你讲即个青草，共款个字，会念做甘草，会念做青草，所以叫做文地音，文白异读啦好，咱来看下字啊。过来就是讲，咱的语序甲华语有时就无讲完全会当对的。就讲咱讲身体真勇，爱讲很健康，咱讲爱困啊，因讲想睡对吧？讲碰碰，碰碰这家己有足济，咱下面有时间看另外一个会看足济。咱讲土甲土咱有分，讲这人讲话真土，代志做甲土，你莫讲。变甲土，讲话土，所以土无共款，咱有分即两个，就咱讲白、甲蛇、甲白，即三个华语拢讲做爬，毋过咱有分，咱讲囡仔伫涂骹咧白，迄是平叫做白，若足干咧叫做一尾头伫遐咧蛇，人像顶悬会叫做白，白山白壁，这白本来有字毋过即个伊的电脑袂当显示来，就是咧竹字旁在一个百，竹百迄个咱家己叫做白，是安怎要甲分做三个字，就是讲伊。三个拢无共款意思，咱若无分袂使，毋过华语分袂出来，伊拢共款的，咱家己就分做三个。过来情况咱讲正，华语讲蛋，毋过咱若蛋迄字咱家己念做蛋，无念做正，所以咱有正甲蛋有分别啦有一寡手的动作华语，甲咱不一定讲共款，就讲抓伊嘛，咱来讲骂，用手指甲骂，后白沙，像讲咱讲生得真水，华语讲漂亮就讲美。咱若漂亮，咱无即个讲，咱美咱念做美，像讲啉水的啉，因讲喝，用咱讲用手干，即个干，填衫的填起面，牙刷，咱叫做起面，咱就是叫做牙刷。若遮牙刷咱叫做牙刷，毋过咱无人讲牙刷，讲起面，所以咱有家己特别的艺术。厨房叫做灶咖，蚊帐叫做网打，老师，迄起面是毋是日本？应该毋是，咱家己本来就咱面就是三甲面好清楚。过来两人两千伊讲蛋白蛋黄，蛋黄蛋白调直这囡仔真调直正人学乐看病受气，做代志真顶真豆油因讲酱油对吧？佫有一寡意思咱用的字甲华语共款，毋过咱倒头讲，因讲日历咱讲大日，因讲台风咱讲风台。因讲客人咱讲人客，因讲热闹咱讲老爷，因讲母鸡咱讲家母，因讲公鸡咱讲家公，佮顺序倒变，所以你会知讲台语甲华语有一寡无共款的所在。好诶，咱台语的形容词会使跟他，像讲甜，会使讲做甜甜，佫会使讲做甜甜，乌变做乌，若咸咧。咸，俗，回，这有啥物差别咧？一字着中性，咱讲真甜无甜拢会使讲，所以会使讲伊真甜，也会使讲伊无甜，小可甜。若两字咧，两字就是表示较无遐甜。所以讲甜，你会使讲小可甜，但是你袂使讲真甜，有无？袂使足甜，但是讲流啊甜会使。所以甜表示较无遐甜。若甜就足甜诶。所以这程度无共款，有了解无？这拢共款啦过来讲，咱的动补动词会使跟他。什么叫做动补动词？第一个成分是动词，第二个是迄个补充的成分，就讲食了，食就是迄个动作，了就是迄个结果。你若要食了，要家跟他，要做食了，就全部拢食了意思。食了，看现现，买便便，好利利，行透透。
即种共款的形。但是你看下面，那有诶是食去，讲话，走去，追是摇着，伊那头前两字共款，第一字无共款。所以伊有两种，即两种免哪分咧？咱家己有一个轻声，轻声的字，若拄着即种的情形的时，后壁即个字若轻声，伊就袂顶头前即个字。后壁即个字若毋是轻声，拄着即种情形，伊就头后壁即个字。所以食了，这了毋是轻声，所以食了了。川边这边毋是轻声，所以川边边。咱食去，这个去是轻声，所以咱讲食去，会使食去。即讲摇着，你讲摇着，因为着是轻声。你讲讲破，这破是轻声，讲破。若拄着迄个字，有两种可能，会当讲轻声，嘛会当讲做本调的时咧。安尼伊就有两种的定义，是讲惊死，还是讲惊死。你若惊死咧，就惊死。安尼无？所以有规则的咧，毋是学袂来。过来是讲有个字伊有两种用法，是讲开门的开啊。即个字嘛会使做形容词。你若是形容词的时咧，伊开也都照形容词的定义，要开。若是伊做动词咧，伊就是开，后壁迄字人做轻声。你若定义变做开。所以开会使开，佫会使开。意思无共款，用法无共款。开就是讲门开咧，若开就完全开到足大。若开就是叫人去甲门，用手家做迄个开的动作以后，会变做开的，所以开。你若门甲窗全部拢爱开，就讲门窗拢甲我开。这无共款。我听过一个电台节目拄好有一个节目的主持人讲，今仔日咱请一个台语老先生来甲咱讲台语，伊台语研究足深的，所以各位若对台语有啥物问题袂晓的，拢会使敲电话一来甲伊问。我听着安尼，我讲这节目袂歹，我听看卖。结果真正有一个听着敲电话一来，就甲伊问这个问题。讲咱台语这开足趣味的，会使开，佫会使开。要安怎分啊？迄个老先甲伊讲啥？你这问题问了真好，我小等者甲你讲，我落去听讲伊安怎讲，因为这我有研究过啊。我甲恁讲的就是我的研究结果啊。我想伊安怎讲，我来听看卖。结果节目到结束伊嘛无讲。伊知影真趣味尔，但是伊毋知影安怎解释。我即摆甲你讲，你就知伊的形态无共款，一个是形容词的定头，一个是动补动词的定头。开这叫做动补动词，若开做形容词就是开。所以伊的用法无共，所以伊的这个重叠方式不同。过来就是讲，咱台语的用词用法甲华语无共款。咱台语甲华语拢有用词，但是咱这个一方面是讲两个语言的这个用词无对的。什么意思咧？就讲华语用这个用词，共这个物件，咱台语若要算的时，咱用的用词无同。伊讲一把伞，咱袂使讲一把伞，爱讲一支雨伞。因为把这个字，咱台语叫做把，但你若讲一把空心菜，咱就讲一把硬菜，安尼就无问题。所以把若用伫真侪物件绑做伙袂使，你若干那单独袂使。你若要讲一把雨伞，毋是袂使，意思无共款。因为卖雨伞的人，伊甲雨伞绑做伙。伊讲今仔日雨伞已经卖3把啊，卖3把是卖了3捆，毋是卖了3把。所以意思无共款，所以第一个是差别伫遮。第二个咧，就是讲咱台语若要用大甲细来形容一个名词的时候，华语直接就会使后壁放名词，讲大猫小狗，咱台语袂使，咱大只猫、细只狗，所以加一个名词，一定爱有名词，无名词听起来是错误的。所以咱讲大支雨伞，会使大雨伞；细仔囡仔，大樟树啊，细蕊目睭。有人讲你莫讲到要紧，有时有要紧。像咱讲厝，真大间，叫做大间厝，你若讲大厝咧。大厝知影大厝是干茶，所以你就讲买大厝，你讲买大间厝，你买大厝，除非恁兜有人过身，无你买大厝迄种，所以大间厝，所以这个有时爱注意。我毋捌听过。过来，因这个咱要看叫做正反问句。正反问句就是讲，咱咧问问题的时候，有内面一个正的成分，一个反的，就讲一个肯定，一个否定的成分。咱台语内面这种问题有真趣味就讲你会寒袂？袂就是会倒顶嘛你会寒袂？咱嘛会使用有来问讲，你有钱无？但是后壁来是形容词的时咱台语共迄个形容词会使有两种问法，就讲咸，讲汤有咸无？你嘛讲汤会咸袂？这两个问法是无共款的意思，恁知影差别伫倒？你若爱食咸的人
伊就问讲汤有咸无？若无咸，爱搁掺盐。啊，若油脂无好，袂使食伤咸啦。伊讲汤会咸的，若会咸哦，我就唔敢食。所以咱用 A 甲用 U 来问是无共款的，啊，这华语是无即种问法。咱家己才有当分即个两个无共款的，即个下饭问句的即种问法。哦，所以是咱家己的特色，是讲重，咱一般拢无爱讲。你寒迄较会重无？若会重，我甲你斗看。但是你若买西瓜是你讲随着你拣吼，拢一粒一粒100块。啊，阮某讲，你去某看下，看迄粒有重无？若有重就拣迄粒，愈重愈会好嘛，对无？你一粒15斤，甲一粒10斤拢平平100块，你15斤当然比10斤较好。所以伊就要变重变做好啊，所以你某看有重无？所以咱若有，就是表示你爱迄个物件，迄个形容词的性质。啊，你若用下来问，就讲你无爱。所以阮某若要出去讲，衫会红咧，表示讲伊毋敢穿新红。讲有红无，表示讲伊愈红愈好。哦，这咱家己的特色，这华语无。哦，不华语无法讲问安尼。哦，咱家己才会懂。过来下面咧讲即个吼，咱家即话讲了，咱就好过吼。华语内面吼有一个刀，咱家己吼即个刀，咱若家己拄着即字吼，就有两种可能，一个叫做刀，啊，一个叫做路。讲法有差别。哦，华语讲天都亮了还不起来，啊，咱家己讲。天都光啊，亮唔起来，咱来讲刀，袂使讲路，袂使讲天拢光啊。天都光，迄表示已经天已经光啊，哦，你还佫唔起来。啊，另外一种情形讲传播，讲哦，人拢来会使开始啊，哦，所以若传播的是咱讲路，啊，若已经是讲刀。即摆真侪人吼，看到即字吼，拢直接就家拢念做路，无管你啥物用法，啊，这是错误，爱分，一定爱分的。然后无分，会造成错误。啥物情形会错误？火烧厝了后。哦，内面有人死，啊，所以迄个家属伫遐咧哭，人去甲安慰时，话仔讲互对，你讲莫搁哭啊，人都死啊，你搁哭嘛无路用，是人都死啊，人已经死了，你毋通讲咯，你若讲莫搁哭啊，人拢死啊，你搁哭嘛无路，全部死了了咧，安知无？所以弄甲倒伫咱家己是有分别的，哦，啊，你毋通讲，拢共款差不多，袂使差不多，无共就是无共，哦，因为艺术听起来足严重的。过来即个吼。但是咱家己的一个特色，这是啥物咧？咱家己拄则讲过有本调有变调，基本上讲起来，一句话上尾仔字吼，拢会讲做本调。哦，所以我举一个简单例哦，讲伊敢有讲，无啦，伊无讲，即个讲是上尾字，所以本调。啊，伊后壁若接字伊就变调，伊敢有讲伊要来，无啊，伊无讲伊要来，这时阵变做讲，听得出来无？所以后壁个字是讲，啊后壁若有去接字的时，伊就变调变做讲，尤其是。动作的动词吼，后壁有接迄个甲迄个动作相关的物件是，伊讲像讲啉，啊你讲啉茶，你袂使讲啉茶，爱讲啉茶，伊爱变调。啊你若单独只是讲好啉、歹啉，迄时阵就啉对无？有啉无啉是啉，了有啉茶，啊就变啉，伊就变调对无？吼，但是咧有一寡字，伊出现伫一句话上后壁，照理讲应该爱讲做本调对无？但是伊变调，啊变调伊后壁佫无接位，表示啥物咧？表示伊家己做一个记号，咱个叫做言谈标准。伊咧记号啥物？记号讲，即个人讲的话讲无了，伊心肝内佫囥一句话，迄句话伊无讲出来，啥都无讲出来，因为听的人已经知影，所以毋免佫讲。哦，啥物例我举一个互恁听。有一个朋友敲电话我讲，迄出电影真好看，一定爱去看。我听伊的话，我就走去看。看了我感觉电影也无好看，所以我就敲电话来讲，迄出电影足歹看的讲。后壁有话无？后壁迄句话放伫心内，就是讲足歹看的讲，甲我讲真好看，叫我去看。但是迄个后壁迄个话无讲出来，但是你用讲表示讲，我迄个后壁的话，你应该听，你听得出来。阮遐来捧一盘菜，放伫桌顶讲，食饭啊啦，爱搁入去灶骹买，啊过一下出来看，菜讲无人诶，伊讲啥物？无人要食，歹食诶吼，我食看觅。足好食诶讲，好无？足好食诶讲，无人要食啦。所以后壁有话，啊，这就是咱家己的特色。因为咱家己会当有变调甲分调，所以咱有法度用这个方式来，互人知影讲后壁佫有话。哦，就讲甲，哦，一般袂出伫后壁，袂出现伫后壁，伊后壁拢会接话讲，啊，走甲片片喘，去甲半小时，戆甲袂情，对无？走甲2箍骹，伊拢有变调，因后壁有话。但是有时伊后壁无伊嘛讲甲，我听一个去甲，大家听拢欢喜甲，晓得？咱有一句话讲做。非言语能够形容，因为欢喜甲安怎，毋知要安怎讲，规矩莫讲。啊，但是我会知，足欢喜，足欢喜，欢喜甲、气甲，所以你看电视讲就讲，哦，人善甲，对无？哦，还是讲即个大家气甲，
要甲拍，啊，但是你不一定爱讲要甲拍，我逐个听了讲气甲，吼，我后尾听一个欢喜甲，有无？逐个拢笑甲，啊，即个囡仔来戆甲，戆甲即落款，戆甲呢，吼，啊伊后壁毋免讲啦，吼，所以这就是，也是讲吼，你都已经扫甲，薰莫食啦，扫甲种严重诶，吼，莫食薰，所以即种伊变调，吼，即只佫有其他诶例，是讲果，果伊本了是果，但是出现了后壁是吼，有时后壁无变，伊会变调，毋是讲做本调，是讲我去朋友因兜，因讲来甲我做伙食饭，恁若我食饱，啊食啦食啦，就缀饭吼，我咧食饱啊，佫有无？佫叫我食，啊是我甲朋友去踅街，我下囡仔衫袂歹去穿看觅，我都无钱啊佫叫我去先买用啥物人买，对无？所以咧佫后壁有话，伊无讲出来，咱听伊变调，咱知哦，抑佫有一句话放伫心肝内，讲无出来，所以咱家叫做意犹未尽，话无讲出来。啊，佫有一个就是你，你本来吼，本来是你对无？啊，伊囥后壁定定拢会讲做轻声，互你送你，啊，伊讲做轻声，但是有时囥后壁，伊毋是变做轻声，伊变做变调，即讲，这你会是无？这你会变调嘛吼？讲你要去倒位，这你会变调嘛？但是囥后壁无迄个变调的道理啊，但是会啥物时阵会咧？讲，我都毋知你。迄个你讲，我都毋知你甲我问要创啥，啊知影无？啊，迄个你囥后壁，伊就变调。哦，你莫一直问啦。啊，伊讲，迄阿文嘞，伊直去高雄啊，你毋知哦？你搁咧问我？啊，这咱不是咧讲，讲了嘛，毋知讲这啥物物件，啊，这就是你。这若无经过研究哦，一般咱就即足自然讲，就是安尼。啊，但研究讲，奇怪啊，这个你是啥物？有人讲这你就是一个语气助词，哦，加一个口在一个里，毋是？实际上伊就是你我的你。啊，因为这个情形才变出来，所以你家己讲伊虚化以后变做语气助词在，但是你也知影讲原来关是你，吼、所以定定咱咧讲话是讲一个，我有一遍听一个老师咧讲，伊有一年热天吼去外国佚佗2、3礼拜，啊，转去以后，动几若公斤，啊，有一个朋友听着就甲伊讲，啊，你去外国佚佗，你着有时间哦，爱去行路散步，看风景，有运动，你着袂晓大步。伊讲有法度，我若随食饱吼，游览车就来载啊你。你叫我要怎去运动散步？老师，我有听人用礼呢。礼用法可能甲这个无共款，啊，这个一般拢会讲做礼。哦，你若有礼当然讲，较紧礼，迄就无共款，迄毋是即种的情形，迄个另外一个字，迄甲这完全无关系。较紧礼迄拢是，咱讲做迄个祈使句，叫人安怎来喜欢用礼，啊，讲较清楚咧，啊，迄个时阵就用礼，啊，也是讲咱讲，门关关咧。过来去啊，迄种的情形用的，啊，这个无共款，吼，所以毋是共款的物件。所以讲，即句话上后壁，伊用一个你，迄个实际上就是你，啊，因为伊后壁有话无讲出来，所以就讲做你，表示讲伊话也袂讲出来，所以咱来叫做意犹未尽的言谈表示。我迄句话你听会听出来讲，伊有心内佫有一句话袂讲。好，咱时间差不多啦吼，咱直接先休困者，坐先顾嘛，坐一条。好。